唠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。古早人讲9月9，风吹满天好；啊，10月10，人寿冬，头家请长工。现主时天气慢慢变无同。9月东北季风落南，开始咧起高降。人讲风透甲和草头啊，都无地藏。也有一寡钓时的菜色果子，南北二路各地头的人，大家称呼嘛无相像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咱的时间到，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唠台语，中央大小事为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伟。最近有一句图，一个手机伫网络顶关系非常的红，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咧？今仔日唠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回来了解。第一张图来看卖哦，就是这个手机内底写着这个青菜三百，大家拢知影到底是什么款的意思。啊，不过下骹这人一条，大家都唔知影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咧。有人就约讲，这人其实唔是叫做人，是叫做人。啊，到底是几个人？有人讲这人两个人写做伙，都变做是肉。敢讲这人都是肉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咱实际上来到菜场内底问内行的专家，原来这人的意思就是这叫做是红菜头。为什么红菜头都是人呢？原来这个红菜头的日本话就叫做是人，所以呢，就有人叫做是人，就是这红菜头的意思。另外，其实真济青菜、真济水果，拢甲日本话有关系。原来亲像是这红色这水果，伫日本话就叫做是 tomato， 嘛有人伫下港叫做是柑仔蜜。为什么叫做柑仔蜜咧？原来伊的形圆圆的，亲像是柑仔同款，伊的食起来滋味甜甜，亲像是蜂蜜同款，所以人嘛有人叫做是柑仔蜜。另外看卖这拜拜保平安的这种水果叫做是令果，嘛有人叫做是苹果。另外来看卖这种水果是黄的肉内底酸甜啊，还有籽，这种水果到底要安怎念呢？原来叫做是四季果。为什么叫做四季果咧？原来这种水果开花了后，伊的形亲像丝晶同款。伫日本内底呢，这丝晶就写作是四季，所以人叫做是四季果。另外，嘛有人甲这种水果叫做是酸奶果，嘛有人叫做是酸季果。原来这种水果伊名拢甲日本话有关系。再来，咱到菜场内底，其实有真济青菜、真济水果，伊的名、伊的台语名，大家拢唔知影到底要安怎念，所以上来和大家做回来了解。第一个来看卖，这种菜会当放入去大肠面线，放入去臭豆腐，还有火锅内底，这种菜叫做是盐水。另外，这种水果、这种青菜食起来是咸咸，所以叫做是番茄啊，嘛有人叫做是咸茄啊。另外看卖热天，大家拢真爱食的这款叫做是鸡仔鱼，另外这是较细条的、较大条的，大家拢叫做是刺鸡啊。另外，这种青菜的形亲像是汤匙啊，所以大家叫做汤匙菜。另外，这种菜到底要安怎叫咧？原来叫做是白莲啊。啊，这种菜的名其实就叫做香瓜仔树。好，这款菜后摆来到菜车的时阵，大家就知影到底要安怎叫啊。再来到时间来到9月份，其实有真济9月份的台语俗语，爱报互大家知。第一个俗语来看卖，叫做是9月好贵如油。这个意思是啥物咧？原来就是讲平常时落雨，就是伫7月份、8月份，所以伫9月份它是落雨，就非常罕见、非常珍贵。另外，第二个俗语就是讲9月台无人知。平常时这风台就是出现伫热天的时阵，迄当时的这风台拿来前一天、前2天，天气有真大的变化，所以就真明显。啊，不过若是9月份才有风台，这时阵天气变化都无遮尔明显，都真歹预测，所以就有这句俗语叫做是9月台无人知，嘛有人叫做是秋台无人知。第三个俗语就是9月9。风吹满天好，这意思就是讲，这9月9港风吹了是非常的透，非常厉害。另外看卖，同款甲9港风有关系，就是这句俗语：9月起9港，草头啊无地藏。这意思同款嘛是讲，这9港风吹了非常的透，甲这无啊拢吹走，这无啊内底这草头啊都无地藏，所以就有这句俗语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提供互大家来做参考。